后来罢免掉国民党立委鲍昆萁的领衔人李美玲防指控，过去做过2个协会负责人，近年来摕到政府的标案甲补助款超过900万。国民党的立委质疑，这协会摕政府的经费变身将做一个罢免团体，讲这比贪污交结更加恶质。李美玲回应讲，特定的政党人士若感觉违法，欢迎检举，而且甲告。展开行动，请少。伫面册发布影片，宣传罢免鲍昆萁领衔人李美玲，即卖互国民党指控，捌摕过600万的国家补助。但我没有看过一个村里的社区发展协会啊。 他可以拿到600多万，华丽转身成为罢免团体。国民党大动作开记者会，指控罢免鲍昆萁领衔人李美玲，过去捌做过花莲凤林镇北林3村社区发展协会，甲凤林镇观光旅游发展协会的负责人。 伫这几年来，分别对民进党政府甲国内的单位累积300万甲600万的标案甲补助。它可以常年的成为青年发展署补助的对象，而且呢，经费高达这个800多万。网页上面就只这2张照片，让大家这个质疑。 拿了这么多的钱，难道只做这2件事情吗？党与总干事期间都专注于社区营造工作的推动，特定镇长觉得有不法，欢迎检举。强调高级公平正大，唔惊调查。共同时，针对国民党国内区罢免案牵涉到不实的人士，后检方调查。罢免考体界的领衔人朱律师讲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网友也出讲，伊伫中国安徽出世，佮我提过香港永久的身份证。2016年才移民来台湾，隔2年摕到台湾身份。这个纠正一下，我应该确切说是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人，他加入了党章，都要求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。那么党代替他们行使权利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赵文书还这样明目张胆、义正言辞的宣传。 这根本就是共产党的思想和违法的行为，呼吁检调单位一定要彻查。罢免案继续小团，连苏锦的新婚也都放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